消委會今年頭5個月接獲近1000宗有關外賣平台嘅投訴，包括顯示送餐時間混亂、延誤派遞又拒絕補償等。用外賣平台叫外賣越嚟越普遍，消委會近年每年都接獲過1000宗投訴，今年頭5個月已經錄得971宗。其中1宗個案，投訴人喺外賣平台點餐，原本話20至30分鐘送到，等咗45分鐘仲未送到，但程式顯示餐點已送達。投訴人聯絡外賣員，發現佢送錯地址，但客服就話食物仲喺餐廳，程式又顯示訂單已完成。最後外賣由落單到送到嚟用咗1個鐘。外賣平台話系統顯示餐點喺預計送達時間後嘅15分鐘內已經送達，唔會根據延誤補償條款賠120蚊嘅優惠券，淨係願意賠25蚊嘅優惠券。消委會介入之後，平台重新檢視訂單，先同意補償120蚊嘅優惠券。另一宗個案，投訴人選擇外賣自取，按平台列出嘅餐廳商場地址去取餐，但去到之後揾唔到，連電話都打唔通。投訴人要求平台退款，平台就話餐廳已接單，淨係賠10蚊嘅優惠券。消委會調停之後，餐廳先回覆話淨係線上經營，冇門市，要求平台移取外賣自取嘅選項。投訴人亦都獲全額退款。消費者委員會理解咧，呢個外賣平台咧係競爭激烈。咁除咗價格競爭之外咧，咁呢個服務嘅質素咧，亦都好重要嘅。咁消委會提醒業界咧，應該要提高呢個服務質素啦。咁同埋改善系統嘅透明度，實時更新餐廳接單同埋備餐嘅情況，讓消費者得到知情嘅決定。消委會建議市民落單之後應該不時檢視訂單嘅狀況。如果訂單顯示已經完成，但仲未收到食物，應該立即向外賣平台或者接單餐廳查詢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子瑜報道。